都说你爱操劳，但你年纪轻轻的啊，周围有那么多助理围着你，按说不应该有这么多白头发呀。有人侍候，并不等于高枕无忧。哼，你这还不算高枕无忧啊！哎，皇上，您看哈，这些日子我总是在你这留宿，都是我在打地铺，每天看着您啊在床上鼾声四起的，我着实是觉得过意不去啊。确实有些不妥，那你想如何？要不我上床睡吧？真的床褥，只有自己一个人睡的时候，角度、松软程度、被子的塌陷程度，才刚刚好。你来，我睡不好。去，真是无病呻吟的玛丽苏。玛丽苏，皇上，我保证不会半夜偷偷上你的床，但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哎，我听说啊，那个福源寺啊是个求姻缘的好地方。你想去福源寺？我听人说那儿许愿挺灵的，所以呢，我就想去一趟，上炷香，让我早日摆脱打地铺的厄运。哎，其实啊，我就是在这宫里待得闷得慌，想出去转转。如果皇上不愿意呢，那也无所谓。容朕考虑考虑。驾！这一大早还没睡醒呢，就把人家叫起来，带我来这么个荒郊野岭的地方，该不会是要毁尸灭迹吧？前面便是福源寺。嗯，寺呢？这不就是吗？哼，你逗我玩呢？这是山，不是寺。福源寺在山间掩映的树林里，从山下是看不到的。开始爬吧。爬？我是来烧香拜佛的，我不是来强身健体的。佛在人心中，心诚则灵。不经历一番路途，怎知你心中是否虔诚？爬，我爬还不行吗？哎，皇上，你体力太好了，我都已经走不动了。在这里稍作休息吧。哎呀，皇上，您为什么突然同意来这儿了？该不会是为了爬山吧？朕只是想帮你完成心愿罢了。皇上知道鹏鹏的心愿？你不是说过，你是来求姻缘的吗？啊，我是说过，那晚留宿大明宫后，小柔曾提醒我不要以色侍君。可她不知道这句话直戳了我的肺管子，所以我就想来拜拜，希望能和皇上长长久久，和和睦睦。你果真如此想的？如果你此番来福源寺，还有什么别的打算，还是趁早打消那个念头为妙。
难道他知道了什么？我哪有什么念头啊？我只想做一只小小鸟，但我并不想飞。我只求待在一个金丝笼里，不劳而获，免受风雨之苦。你并非小小鸟，你是与朕并肩看天下的皇后。刚才你那番话，几分真假，我自会分辨。近来你总是提及江氏，包括你对她的态度，已说明你有了从前的善妒。啊，我一点都不嫉妒。善妒、善变，甚至虚荣、蛮横，你从前失去的，我都会慢慢给你找回来。我会容你、纵你、宠你、爱你，直到你愿意牵着我的手，与我并肩而立。齐胜，该不会是颜情难附体了吧？你又说胡话了。哎，这次来庙里，你想求什么？求我身侧之人，与我所求相同。真乃曲径通幽处，不过山间豺狼猛虎多。虽是派人做了守备，但也是小心些好。这种香火旺盛的地方是不会有豺狼猛虎的，皇上你就别担心了。豺狼猛虎不可怕，只怕有些闲杂人等，比豺狼猛虎更要人命。皇上，您说这是哪的话？如果您觉得不放心，咱们现在就回去。不必了，你只要选对了该选的路，就不会遇见豺狼猛虎。形势不对，杨言，你可千万不要出现。完蛋了 ，Game over 了。哎呀，真是太巧了，没想到在这里偶遇啊！灵儿给皇上和皇后娘娘请安啦。哎，我这个妹妹演技太过了。免礼吧。娘娘，都说福源寺里面有一片荷塘，是必赏之景，要不咱们也去看看吧？啊，这，哎呀，走吧走吧，走。齐胜已经怀疑见九王的计划取消。别担心，鹏鹏姐，您不是常教导我们要准备好 Plan B 吗？什么 Plan B？ 走。哎，皇上，您知道荷花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？知道，芙蓉。这个都知道。皇上，您知道千瓣莲为何中珍品？皇上，您在听吗？这双花心的称并蒂莲，3个花心的呢称品字莲，4个花心的称四面莲，多个花心的称五子莲、绣绣莲。皇上，灵儿，灵儿，杨言，皇上，救命啊！来人啊！灵儿快换水啊！杨言，救命啊！皇上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
救命啊！救救我呀！救救！救命啊！我陪他去换衣服。皇上，这水好浅呐！哎，不是我说你啊，灵儿，你这跟杨言结婚之后，你怎么也变二逼了？我都跟你说了，今天不适合见九王，你说你还……哎呀，姐姐，您就放心吧，灵儿这个计策绝对不会有人怀疑的。我假装落水，然后再拉您陪我一起换衣服，怎么会有人怀疑呢？再说了，您不是教过我们，Plan B 不行，我们还有 Plan C 呀。你假装落水也敢称作是计谋？你这是简单粗暴。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这个九王今天是万万见不得。为何见不得？这也行？你们俩跟我变戏法呢？杨将军，您不是在云溪平反吗？怎么忽然私自回京了？哈哈，皇后娘娘无需担心，云溪那边的事情臣已经安排妥当了。此次，臣必须亲自前来见皇后娘娘和九王殿下，有要事相告。杨将军要说什么？皇上平反了云溪之后，就要出兵北漠了。出兵北漠？届时齐胜定将亲自出征。这就意味着，北漠出征时，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时机，我们的机会指日可待了。这么快？怎么，娘娘不希望我们的机会快点到来吗？啊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一切来得太快了，怕我没有时间准备。娘娘尽管放心，一切交由我来安排，娘娘只要坚定地站在我们这边就可。皇上，他们一会儿就出来了。女人就是麻烦，我们家玲玲换换衣服都要等上很久呢。朕很想知道，你和九王那么要好的原因。那臣就说了，皇上您可别生气。免你死罪。实不相瞒，臣虽然是个男人，但臣也是个外贸协会的荣誉会长。九哥他吧，算了，还是不说了。说下去。哦，九哥他乃当朝第一美男子，要模样有模样，要身材有身材，而且有有毛，性格又好，又柔情似水。他对谁柔情似水？对我，对我柔情似水。够了。这段时间想要见鹏鹏一面，着实很难呐。我知道，九王殿下是因为那些闲言碎语担心了，我也最不希望你多心。我是不会听信那些小人之言的，只是一想到自己心心念念的人却和别人朝夕相处，心里很不自在。现在时机来了，只想快点事成。你的用意无非就是让我相信组织，依靠组织，不要动摇嘛。你放心，我是不会动摇的。有此番话，我就放心了。你我都应该明白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
现在不是计较个人私情的时候，一切事情应该从长计议，不要意气用事。此番话，鹏鹏也要谨记在心。什么情况？突然就这样了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去，这么都能睡着啊？起驾回宫。是。皇上。赵王，你可算是来了！快坐，快坐！哎呦，怎么突然这么热情啊？现在啊，也只能凑合让你来当我的军师了。怎么了？赵王，昨天在福源寺，我与九王接头了。皇上发现了？皇上倒是没有看见，但从他的表情来看，怕是已经开始怀疑了。所以昨天从福源寺回来之后，我就一直特别焦虑。娘娘，你真是糊涂啊！那皇上对你说了什么吗？他只冷冷地跟我说了4个字：起驾回宫。之后这一路上，一直回到宫里，他一个字儿都没吐出来。娘娘，皇上这是在等你自己表态啊。哎呀，好不容易换来的帝后和谐，不能这么毁于一旦啊！与其在这猜来猜去的，不如去大明宫跑一趟。啊！哎，这是绿篱给我的榴莲。哎，这是绿篱给我的榴莲。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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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来吧你！我的榴莲！皇上，此次这是九王让臣随他去福源寺见皇后娘娘，唯有臣的出现和臣带来的消息，才能稳住皇后的心。这说明他们之间确有嫌隙。此次至暗中将你从云溪调回圣都，他们可有所怀疑？依臣所见，他们并无疑虑。臣说是臣的亲信护送臣出了兵营，此事无人知晓。好，那你说说，他们都谈了何事？皇上，正如您所料，他们要在北漠对您下手。唉，我的逆子扬言，到时候我一定要打断他的狗腿。杨将军，你是朕最信任的人，为南下朝屡立战功。到时候，无论如何，朕都会对扬言网开一面的。谢主隆恩。杨将军，快请起。明日你便速回云溪，定要全胜而归。至于救王后、皇后的事，朕早已有了打算。待你大胜归来之时，便是朕的计划开始之时。听强公公说，皇后已静候多时了。皇上，臣妾等您多久都是应该的。皇后等了那么久，有事吗？今天晚上，我思前想后，还是有件事情想要跟您说。
那天在福源寺，除了杨言，我还见了别人。是吗？还见了谁？杨玉。您都不知道，杨言和张玲玲实在太不懂事儿了，因为一点小事儿就要闹离婚。杨将军害怕了，怕我知道了，以为杨家欺负我妹妹，特地从圣都跑回来调解。喝茶。我知道了。然后呢？然后，我见了九王。九王爷在，他也是请你去开解杨言和张玲玲的吗？不，他是来开解我的。实不相瞒，这段时间我因为您，心里满是伤心和委屈。你伤心？九王殿下说，现在帝后和谐不过是个假象，不过是皇上为了稳住江家做出的样子罢了。他还说，如果皇上对我是真心的，怎么会把江氏留在身边呢？当然，我不是想让您把他赶走的意思，您千万别误会啊。那你是何意？我觉得，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，只有爱和不爱，没有可怜不可怜。您说您可怜他，但我觉得您对他的可怜，就是对我和江妹妹的不尊重。你要是真的喜欢他，就别让人家名不正言不顺，干脆给人家一个名分。看来，你对朕的做法很不满。也不是不满，只是有点小伤心。朕想问你，如果江氏不存在，我们之间是否还会有那么多嫌隙？不会了吧？谁不想让皇上一心一意地爱着你？也许是鹏鹏奢望的太多了。张鹏，明知道你每次说的都是假话，可是朕却都强忍着怒气。这次朕不想再听了，你走吧。去见九王，去开解杨言和张玲玲，拿朕当傻子吗？你们几个，谁先去看看皇上？这个月俸禄我给谁加10倍。你去，你别跑啊！皇上都喝成这样了，酒就别送了吧。皇上吩咐，酒要每个时辰送一次，耽搁了是要杀头的。你们不要小命的话，你就进去吧。我总是忍你，迁就，为何我就是不忍心动你一根汗毛？我忍够了，够了！我忍够了！
该休息了。皇上，皇上，你不能去啊！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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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开！不能，皇上，皇上。皇上，这么晚了，来我这儿有什么事吗？这是朕的皇宫，朕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朕今天就要杀了你！皇上，我说你饶了娘娘吧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不要啊！皇上，皇娘娘快走啊！滚开！你，皇上，皇上，你就饶了皇娘娘吧！你们一起杀！起杀！要杀冲我来，跟他们没关系。你们两个出去！娘娘，出去！齐寿，你喝多了吧？朕没有喝多，朕清醒着的。今天你跟朕说的那些话，朕心里一清二楚。皇上，您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？您要是觉得哪儿有问题，我再跟您解释解释。那朕问你，为何你会在福源寺同时遇见九王和杨玉？他们又为何会同时出现在福源寺？你和他们有什么关系？你不要再编了，朕是在揭穿你，不是想再听你说谎。齐少，有话好好说，别欺负我打不过你，有能耐把剑放下。你是朕的皇后，是朕的结发之妻，朕对你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名正言顺的，你难道不清楚吗？吓死我了！您在想？不许提昨天晚上的事儿。瞎说什么呀？好好好，不提不提。娘娘，您继续想。奴婢先走喽。哎，先别走，我有事儿想问你。娘娘，您说。一个男人强迫一个女人做了他不喜欢做的事儿，他还会再来找他吗？强迫？娘娘，这种事儿奴婢没经验啊。算了算了算了，要是我自己，我也不会再见他第二面的。
上，您早上上早朝的时候就不对劲，您有什么烦心的事，跟奴才说说，奴才就算帮不上忙，也能为您排解排解啊。相公公，朕正要问你，昨日朕醉酒，夜宿兴圣宫，你为何不拦着朕？皇上，您夜宿皇后娘娘宫中，那我为什么要拦着您呀？那朕再问你，如果朕强迫了一个人做了他不愿意做的事，可是朕又特别过意不去，想去看看他，你说他能谅解朕吗？皇上，您可是95之尊的皇上呀，不存在强迫谁做什么。就算要是做了什么，那也是您对他的雨露恩泽，他会感激您的。朕是说，如果换做一个普通人，他能不能谅解？如果是普通人的话，那就不会了。那如果这个人带着10万分的歉意去见他，会不会得到原谅？那得看是什么情况了。皇上驾到！他竟然来了！玉离，你快看一下，我这打扮行吗？娘娘，您的气色好极了，包括您穿衣打扮呀，也都美极了。您快去见皇上吧。皇上，既然来了，怎么不进屋啊？朕觉得进去说话不太方便，就在这里说吧。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这不是您说的吗？朕今日来就是想告诉你，虽然你是朕的皇后，朕对你做什么都是理所应当，可是朕不喜欢强求别人。做都做完了，说这些不觉得太虚伪了吗？朕知道你是这么想的，不过朕一直坚持就事论事，是非分明，所以朕向你保证，以后一定会尊重你的意愿，再也不会做出违背你心意的事了。皇上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心意是什么？朕想知道，自然会知道。朕想告诉你，即便朕做了这样那样的事，也都是为了换回你的真心。从今日起，朕会用尽一切方法，来消除你的疑虑和猜忌，让你明白朕才是你最牢固的依靠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从即日起，朕若是再得不到你的真心，就不会再碰你一根手指，更要与你保持距离。保持距离？你最好说到做到。说走就走，保持距离。娘娘，据可靠消息称，皇上和强公公去幽兰殿了。
难怪说和我保持距离，不动我一根手指头。合着又想起江氏的好了。按理说，我身材比他好。不对，可能是我自己的眼光。对呀，娘娘，怕就怕皇上和我们的眼光不一样啊。绿篱，你还是去看看吧，看看什么情况。嗯。皇上，听说您同皇后娘娘的关系又缓和了许多，奴婢万分为皇上感到开心。映玉，很多时候一脸无辜和表面所显露的善解人意，会成为一把有毒的利器，刺痛他人，更刺痛自己，你知道吗？皇上，奴婢已经不再奢求皇上对奴婢的情感，奴婢只求能留在皇上身边，伺候着你。你留在朕身边，会让朕对心里人更加愧疚，也会让朕误了自己的感情。如此下去，是害了你。朕想给你获得重生的机会，希望你能明白。皇上，求您别让奴婢离开您。来人，赐酒。皇上这是要赐死奴婢。怎么回事？大事不妙！我去了之后，门口有侍卫把守着，不让我进去，说是皇上有事要谈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有事要谈？我看是要谈情说爱吧。不行，齐胜他想把我从皇后的位置上拉下来，想都别想。走。
人呢？我不知道。参见皇后娘娘。住在这里的人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回娘娘的话，奴才也不清楚，只知道不久前这儿的那位被赐了一壶酒，然后人就不见了。强公公命奴才来打扫。赐酒？齐生不会赐死他了吧？他是怎么想的？娘娘，他这种人，只要不在皇宫里，管他是死是活，何去何从，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了。说的也对，管他齐生是怎么想的，只要江氏不留在宫里，就不会对我造成威胁。走。皇上，皇上急报！太好了！杨将军率军大破云溪，至此云溪并入我南下版图。杨将军现已班师回朝了。强公公在，皇上有何吩咐？传令下去，待杨将军归来之时，为他接风洗尘。是皇上。这青春期都过了，怎么还长痘啊？娘娘，娘娘，微臣给您请安。哎呦，张太医，你可算是来了。来，娘娘，您这是阴虚火旺而导致的面部生痘，是缺乏什么？缺乏……难道是没打泡的原因？娘娘，臣要说的是……行了，你要说的我都明白，退下吧。啊，那臣先行告退了。哎。绿篱啊，我有多久没见到齐生了？奴婢也记不清了，大概有1个月了。1个月了。之前是没有让我尝到甜的滋味，我是不知道那是什么感受。现在让我尝了个鲜，又藏着掖着不给我了，你说我能不内分泌失调吗？娘娘，明日可就是为杨玉将军接风洗尘的日子，您这一脸的痘，怎么面圣呀？明天就能见到齐生了。那我这一脸的痘终于有救了。明天。杨将军，请。好，谢皇上。啊，
好热呀！装什么没看到？我只有主动的。皇上，你怎么都不吃啊？我来给您夹菜。张宝宝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说要干什么？你这是在对朕好吗？这都被你看出来了，我是不是太刻意了？那我尽量收敛一点点啊。哎，你不喜欢吃菜，那我给你加肉吧。吃肉才有力气嘛。有力气做什么？哎呀，没什么了。你要是不喜欢吃肉，我陪你喝酒啊。喝醉了，我送你回家。我先干为敬。张宝宝，朕觉得你还是回到你的位置较为妥当。人家为什么要回去啊？人家才不要回去呢。人家坐在这儿还可以照顾你，保护你啊。保护朕？朕无需保护，你在这儿只会让朕觉得更加不安全。请你与朕保持距离。老公，我知道你要面子，那我在外面就给足你面子。晚上你陪我回兴圣宫，有什么话慢慢说。今日是个大喜的日子，朕终于盼回了杨将军。各位爱卿，不必过于拘礼，要带朕陪好杨将军。好好。臣等恭送皇上。哎，娘娘，您好像看上去不太高兴啊。我有什么可高兴的？你没看见今天杨家这局面，指不定有什么好事儿。此话怎讲？俗话说，老天欲要你灭亡，必先让你嚣张。我怎么从来没听过这话呀？你有没有觉得，杨家一下子受赏良田1000顷，黄金美眷无数，就连皇家在翠山的山庄都赐给了他。这一时间啊，杨氏一族啊，在帝都那是炙手可热，这是不是有点过了？嗨，娘娘，杨家在南下拿下了一大块地啊，这点赏赐根本不算什么。也是。不过齐胜现在对我是连正眼都不瞧一眼，哎，就连我脸上这些痘他都没看见，就凭他对我这个态度，由此可见，这一定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风平浪静啊。看来我皇后的位置怕是不保了。九王，娘娘，你的脸是怎么了？别问了。啊，对了，你一会儿赶紧去跟杨言说一声，让他吃饭走路都给我小心点，别那么嘚瑟。我怕最近会有什么闪失。为什么呀？最近杨家风头正旺，树大招风，这个道理你不是不懂吧，九王？还有，我最近有点乱，看到你我就更乱了。要是没有什么要紧事儿，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。
朕的谋划，你等可记清楚了。皇上果然是好计谋，臣都记清楚了。朕的这个办法，只是委屈了杨将军。皇上，臣肝脑涂地，在所不惜。杨将军为南下朝征战沙场，出生入死，朕对你的那些封赏，远远不及杨将军的一腔热忱。但如今，却还是不免危及杨家。皇上，您此番话真是折煞老臣了。那些封赏对臣来讲，远不及为皇上排忧解难。朕也是陷入两难之地，才不得不做此打算。如果朕再不做什么，怕是他们真的要翻了。九王行事一向谨慎，皇上的计谋正是趁他风头正旺、放松警惕的时候，让他们不知不觉地卷入其中。这便是温水煮青蛙。朕就是让他们不易察觉，慢慢卷入事端。等他们发现的时候，便为时已晚。皇上，杨将军请放心，朕不会真的动手，只是给他们一个警告罢了。皇后也必须要明白，谁才是她真正可以依靠之人。皇上圣明。杨将军，到时候范御史那边有什么需要，你也帮衬一把。尤其是杨岩那边的动向，你需要及时和范御史通气。臣一定谨记于心。朕说的步骤，你等记住，一步都不可以走错。是，皇上。杨家大获封赏，我们更要谨言慎行。这是鹏鹏特意嘱咐的。女神都发话了，那必须遵守啊！什么情况啊？一会儿不要得理不饶人，此时不宜徒生事端。放心吧。哎，啊，我们的马没受什么惊吓，车受损也不严重。你走吧，不用你们赔了。不用我们赔了，这句话应该我们说才对。赔！这条路本就不宽敞，难免发生事故。你我各退一步也就罢了。你眼瞎吧？这条路窄吗？你们不紧不慢的走着，影响了别人的驱车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让你家主子出来，我跟你说不着。是谁在叫我呀？哎呦，原来是范御史啊！刚出了点小摩擦，都是自己人，就不计较那么多了。杨公子，你刚才说的话，本御史可都是听到了呀。你当然是没事儿，可我的马儿受了惊，车受了损，我的车夫又受到了精神创伤，呀，我的马儿肯定是吓到精神分裂了。哎呦，我这老寒腿又发作了。你说这如何是好啊？说吧，是不是缺钱花了？这是什么话？你以为有钱能摆平一切吗？范御史，如果深究起来，此事并非我一方之错呀。你，九哥，别跟他废话了，就着没事找事儿。用娘娘的话就是，你丫的没事找事儿吧啊？你丫谁呀？你他妈敢推我？你呀？你呀？嘿，你呀？你呀？哎呀，你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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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的事情，朕都明白了。原本是场交通事故而已，只是九王和杨玉的小儿子仗势欺人，对你大打出手。可是如此。是啊，皇上，那杨延将我的车夫暴打，还辱骂他是鸭。我的车夫不堪受辱，昨夜投河自尽了。各位爱卿，尔等都是朕的心腹大臣，不妨谈谈对此事有何看法。禀皇上，
九王那里当人的行事作风，大家早都在背后议论纷纷了。对于那里干的那些事情，大家心都很不满意。确实如此啊！对于他们的种种做法，那简直是罄竹难书啊！他们如此嚣张，背后可还有别人撑腰？这，皇上，这个事情要是一直追究下去，可能会波及波及什么？皇后，张家，朕乃一国之君，朕需要顾及谁的颜面吗？皇上，这事儿要是深究下去，确实波及到皇后娘娘和张家呀。对头，还有跟九王关系好的那些王爷也脱不了昭昭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给我查下去。朕给你们3天时间，给我一五一十的查出来。是，要得。爹，您打我没关系，可是原谅我这次吧。啊！你这个不孝子，你早晚要毁了列祖列宗的英名！我告诉你，从今日起，我不许你再出门了。爹，我不就碰瓷儿了吗？这事儿不赖我。你还敢狡辩啊？你以为你是官二代、富二代，你就能为所欲为、目中无人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没有你爹我，你就是个屁！你爹我的老脸都让你给丢尽了。爹，你就别再打他了吧。没想到九弟的口味这么重啊！啊，九弟，你怎么还有心情喝茶呀？茶当然还是要喝的。难道九弟已经有了应对之策？当然没有。当然没有。九弟啊，我可是被你们拉上这条贼船了，你可是这条船的船长，你可不能让这条船沉了。现在似乎还不至于沉船吧？也许我是存着侥幸心理，这御史案的始因过小。想要牵扯出太多的人和事，也并非易事。说的挺有道理。所以以不变应万变，不可自乱阵脚，火上浇油才是上策。嗨，说的这么高深，还不是没办法。九弟，你慢慢玩。嘿嘿嘿嘿嘿。皇上吉祥！免礼。启禀皇上，您吩咐的案子现已查清，九王党羽的罪证昭然若揭，请皇上明察。果真如此，你们先说来听听。禀皇上，据查实，杨家委托张家的人买了个盐田里。官，此事不能忍。皇上，圣都郊外有一块很好很大的田土，
说好了是公平亲家，结果龟儿子张家利用权力打通了上下，把那块地低价卖给了九王。滥用职权，徇私舞弊，不能忍。接着说，杨家公子杨莲大婚当日，私自封了圣都的交通要道，是卖菜的不能出摊，做生意的无法开门，真是民不聊生啊！横行霸道，不能忍。皇帝，有一次九王到阿拉村转了屋里开个小店出2分，结果这钞票没带，结果5分钞票都没付过了。皇上，我有吗？杨家军带着个5子到阿拉屋里来洗，个5子绕着来绕着去，还上厕所。等阿拉走了后头，阿拉小公主我讲，阿拉屋里只尿盆、尿片好像没捞着没。啊？有这等事？皇帝，搿哪家三号都发起假事个啦，一拖拉9号啦，都话公会开主管来谁做，以前在那不要少给不啦，搿就话不肯走。就话姑娘们不服，一再给人背哦，背的不要少给，就因为话姑娘因为吃了买比都让我了，皇帝。皇上，还有那九王因为长得太帅了，把我宫里的小太监给活摔死了。皇上，这样的不正之风一定不能再盛行啊！皇上，此事危急存亡之秋，再不铲除朝中的邪恶之人，那是有亡国的呀！好了，既然事情已经查明，该如何处置，朕自有定夺。谢皇上。九弟呀，你怎么还有心情喝茶？你没听说事情闹大了吗？听说了。现如今啊，皇后和杨言那儿，我们都不便再相见了。现在只有你我2人商量此事，你有什么对策吗？依我对皇上的了解，他若真的想办我们就没有办法。没有办法是什么办法？我也讨厌这种束手无策、如瓮中之鳖的感觉。你以为我不想做什么吗？可是现在无论我们做什么，都已经为时已晚。九弟，此茶为何如此之酸啊？我喝的是醋啊。醋？心中太酸，只能以酸攻酸。九弟，你的口味真是重中之重啊！你们俩这2重唱能不能停一会儿啊？把我这脑子都给哭断片了！事情发展成这样，娘知道你在强忍着，你别为难自己，想哭你就哭吧啊！是啊，娘娘，遇到这么大的事儿，哪个女人不得痛痛快快的哭一场啊？你别坏了自个儿。齐生他不仅占了我的便宜，还把我逼到这个份上，这也是我万万没想到的。但是当务之急，我们是要想对策、想办法。哭有什么用啊？哭！娘娘，您先别管有用没用，你跟着我们一块儿哭，这样排毒。排你妹的毒！绿篱，我一直没跟你说，你每天把自己画得像个面粉娃娃一样，你这样哭起来可真吓人。我可怜的孩子呀，都是咱们张家拖累了你，你不知道，
你父亲和你叔父都已经革职查看了，恐怕这次皇上是要来真的了。您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的。原本我和你父亲以为皇上只是树立风气，可没想到那几个御史天天到大明宫去闹，这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破事儿都被他们给抖露出来了。据说还搞了一个什么百人联名上书。现在看来，齐胜这是在表达对我撒谎的不满，才起了这么多事端。我是一个重义的人，这件事情因我而起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替我担这个责任。难道娘娘你已有了妙计？别哭了，别哭了。皇上，你这身装扮，鹏鹏觉得，作为皇后，总在人群中五彩斑斓、金光闪闪的惹人注目不太好，还是肃静一些。皇后为何突然有了这等觉悟？这段时间，我做了深深的自我检讨。我觉得我这个人个性张扬，爱玩，毛手毛脚，不太懂得顾全大局，实在是太不懂事儿了。这是病，得治。朕觉得，一个人想要改掉本性，是很难实现的。是啊，所以希望皇上能给我一个机会啊！人能了解到自己是最难的。我现在已经走出了认识自我的第一步，也就是说，我离改变自我的第二步不远了。朕知道，你能服软卖乖、低眉顺眼，是形势所迫。可，朕还是愿意听你说这些。说吧，可是为了御史案一事来求朕？是，还希望皇上从宽处理。给朕一个理由。杨言那孩子还小，年少轻狂，血气方刚，不懂事儿。再说，他爹也老了，一辈子征战沙场，才换来我们的安稳。接着说。再说九王，鹏鹏平时确实与他多说了两句，但是绝对没有越轨的行为。鹏鹏对他更是没有任何非分之想。我知道皇上一直误会我们有一腿，你要知道我多委屈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。我与赵王也是同病相怜，都是因为江氏。我常与他在一起治愈疗伤，想着有什么办法才能笼络爱人的心，他也不容易。现在江氏又，还有江氏又不能提，这又戳您的肺管子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了啊！别哭了，你这个哭法朕可受不了。原本朕只是想给他们一个警告，更想让你明白，你应该依靠的是谁。那还用说吗？我早就想好了，我最应该依靠的就是皇上您呐。但愿你是真的这么想。等风波过去后，朕会从轻处置，你不要再哭了。皇上此话当真？君无戏言。皇上，您之前说过要得到我的心，我觉得只要您愿意
那些都不重要，我随时都可以。不管您是哪里不舒服，哪里不得劲儿了，随时来行省宫找我。真向你道歉，真忘了刚才要和你保持距离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张陵从军中开除，永不复用。杨玉削其爵位，夺其兵权。杨玉之子杨炎收回其宅院2处。九王降为郡王，罚3年俸禄，钦此。谢皇上恩典。这就完了？那我呢？你觉得你还有什么能让朕罚的？你是有官职还是有爵位？你是有房产还是有田地？你是不罚我，可你这更加羞辱了我的人格，践踏了我的自尊，让我这辈子都够了。这次的事情，让朕给强压下来了。朕只愿你等今后严于律己，洁身自好。都下去吧。臣谢主隆恩。